標喺香港。咁以下嘅言論咧係我自己個人嘅意見，亦都係我個人咧個親身嘅體驗嘅分享。咁喺5年多前咧，2020年嘅時候咧，真係好開心咯！我哥哥咧帶一個信息俾我，就係話俾我聽咧有一個咧美國嘅品牌嘅 NMN。當其時咧我都唔知有乜咁好㗎，但係當我查咗之後咧，原來咧每日都需要補充足夠嘅 NMN 嘅。但係當其時咧，我已經係過咗50歲啦，即係過咗半百啦。咁我身體咧就面對緊咩嘢咧？面對緊一個衰老，即係面對一個更年期嘅嚟臨啦，同埋一個呢幾年裏面咧係個體力嘅下降咁呢個係衰老嘅象徵，都冇辦法㗎啦。但係原來咧，我食咗呢個愛健康品牌呢個 NMN 咧，原來咧真係咧可以令到我個新陳代謝啦、免疫力咧，真係咧真係逆齡啊！咁我其實好中意旅行嘅，過去咧我係成日去旅行嘅，一個人去10幾20日。咁原來去旅行都幾興奮嘅，都幾攰嘅。咁翻嚟香港嘅時候咧，咁其實以前真係瞓1日1夜就回復翻氣力翻嚟，第2日就可以翻工。但係而家真係唔可以。而家真係咧去完旅行翻嚟咧，咁我瞓幾日幾夜咧，都個體力都係恢復唔到翻嚟。但係真係好在咧，食咗呢個咁靚嘅 NMN 啦同咁安全咁樣，因為食落口首先係安全，第二就效果啊嘛。咁係因為咧真係品質係好靚又安全，有第三方認證。咁當其時咧用咗之後咧，哇！我真係去旅行咧都好攰㗎嘛，但係補充足夠嘅時候咧，係令到我咧精神體力即係我享受呢個旅程咯。咁旅行翻嚟香港嘅時候咧，真係亦都係好快咧恢復翻體力咁講緊乜嘢？講緊係新陳代謝啦，講緊免疫力啦，亦都係整體個身體全身嘅細胞咧，真係咧幫助好大。咁其實5年幾後嘅今日我發覺我個身體個機能個免疫力比5年幾前未用呢個品牌嘅 NMN 成更加好。當然呢間公司咧佢有其他系列嘅產品，就好似呢個免疫王。講緊免疫王咧，其實大家都聽已經知啦，即係提升免疫力。咁當其時呢兩個孖寶一齊用咧，效果更好咁你見到呢啲咧都係我好愛嘅產品，一系列 NMN 嘅系列產品。其實咧每個產品咧我都有用嘅，尤其是特別呢個咖啡。因為有時咧真係會跌窩，會攰嗰時點你唔係話真係可以有地方瞓覺㗎嘛，係咪有時要做嘢嘛？呢個咧就真係一用咧，真係好似叉電咁樣。其實我本身咧唔適合飲咖啡嘅，因為一飲咖啡咧，我個心跳咧係比平時會跳得犀利啲嘅，係感覺唔舒服。竟然呢個咖啡真係好靚，唔會令到我咧突然間覺得個心跳加速嘅感覺，而且咧亦都真係咧真係吸收好快，亦都令到我咧即係有體力精神做嘢嘅幫助好大。但係食咗都瞓到覺喎，因為有啲人話：哎呀，飲咗咖啡瞓唔到覺。但係我飲呢個咖啡咧，譬如我5、6點飲呢個咖啡但係咧都係同平時一樣都可以瞓到覺，亦都咧可以幫到我咧，即係提升翻精神體力咁樣。呢個補充體力真係好好咁希望咧我少少嘅分享啦，可以幫到大家。OK。